澳門武術總會同聖若瑟教區中學簽署合作備忘錄，招呼學生體學雙軌發展。非常榮幸。繼方中學校同聖若瑟教區中學第5校之後，武術總會再同學校合作，同聖若瑟教區中學第1至4校簽署支援學生體學雙軌發展合作備忘錄。武術總會理事長陳永傑致辭時表示，合作將為學生提供更多嘅機會同資源，促進佢哋喺學術同體育上嘅全面成長。聖若瑟教區中學第1至4校校長吳廷照同埋武術總會副理事長游俊賢進行簽署儀式。儀式上仲有校內學生進行武術表演。杭州亞運長拳銅牌代表隊嘅宋子君亦壓軸登場一展身手。校長吳廷照表示，期望透過同武術總會合作，全面支援學生參與武術運動。需要一啲嘅學習上面咧，可能有陣時佢哋需要出外比賽啊，我哋可以為佢哋作出一啲嘅課程上面嘅調適啦。另外佢哋呢啲嘅假期咧，學校會盡量係以一個叫公假嘅形式啦，而並係即係會安排翻佢哋，唔會當佢哋缺勤啊、缺課咁樣樣，讓佢哋唔好因為做運動員而產生好大嘅壓力。咁我相信咧，武術總會啦都會一如既往咁啦，同學校啦或者同其他嘅單位啦去進行合作啦，去建立一個橋梁啦。目的咧都係為咗我哋嘅運動員啦，能夠提供更有利嘅資源啦，同埋提供一個更好嘅平台俾佢哋啫。武術總會希望借此發掘具潛力嘅苗子，加強梯隊嘅培訓工作，持續輸出優秀運動員，繼續為澳門爭光。澳廣視記者梁志傑報導。